你又把妈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很简单，我要你离开顾家，离开顾西城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不过苏妍希，我没有什么担心。何锦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东西都寄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都寄出去了。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琉璃收到那份文件的表情。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，要我去新加坡？你要我去那儿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Welcome to 喜来登。来这边。明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有2个会议。如果可以，尽量把我的行程安排的满一点。是我尽量安排。对了，顾总，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其他的行程吗？不用了，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。哎。等一下，苏妍希，西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出来散散心。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跟锦溪的事情，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出来走走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
既然你自己也能想明白，那就最好。我们不会放在心上。谢谢你，魏父。你这次到新加坡来，出差。祝你在新加坡玩得开心。魏父，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层。许成，再见了。嗨，小姐，您这是有事儿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不知道小姐这忙要我怎么帮呢？我是张叶达的人。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小姐您竟然是张总的人。张总，先进来再说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进来。哎，既然你知道我是张总的人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？明白。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出来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出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对你老公顾西城特感兴趣。你要令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你要是企图想逃走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但是我保证不了我旁边的人对你做什么。你想利用我威胁顾西城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贺锦熙。你想用我，你想用我来威胁顾西城，
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会上当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贺锦熙，我也不需要顾西城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接受结果就行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，苏妍希？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会做成的！你放开我！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他的任何条件都不允许答应。知道了。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做成的，顾西城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南宫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男朋友并非是意外车祸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对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寄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寄信人，也没有寄信地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王侦探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南宫小姐，我会尽快展开调查的。不过在调查过程中，免不了请您给我们配合。那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我男朋友的案子不是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可能性有多大，目前还不好说。这个案子存在很多的疑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南宫小姐刚才给我的这些资料，那些照片都是被人动过手脚了。不管这些资料是否是真的，那个女人跟这个案子肯定脱不了关系。西城，躺在你身边的人终于是我。我等这一刻等得太久太久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看到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样子。锦溪，锦溪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西城，我是锦溪，你在。西城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啊！西城，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你好好看看，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是你昨天主动找我的。西城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锦溪，锦溪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你故意的，苏妍希，我告诉你，这肯定又是你的阴谋诡计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
那就由不得你了。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变成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又没吃。少爷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也不怎么吃东西，这都多久了呀？哎呀，少爷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听说少夫人离家出走了，这人就像疯了似的，每天不停地找啊。公司的事儿再也没管过，也没去过。那有少夫人的消息了吗？国内啊，基本上是找遍了，也不见踪影。想着是不是出国了，可一查出境记录吧，也没有少夫人的名字。哎呦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方叔，我听说少爷之前在国外也出过一点事情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背后乱嚼舌根子，你让老夫人听见了，这个家你就待不了了。我也只是说说嘛，老夫人她也没有准备要回来啊。谁说老夫人没准备回来呀？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她在外边能待得住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给你下碗面条。我的酒呢？少爷，这里的酒都让你给喝光了，你还是不要喝酒了，喝酒多伤身体啊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它摆满。少爷，老夫人就要回来了。您再这么下去，让他看见了怎么办？少爷，少爷，方叔，这几个月下来，您查的怎么样了？您是说，这个叫苏妍希的女人可能被绑架了？从她短时间和后一段时间的行踪来看，确实很有这个可能。那她是不是害我男朋友的人？有可能是她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心软放过她。从我们对她的调查结果来看，她应该是在替别人做事。但如果这一切都能够成立的话，她为什么会被别人绑架呢？可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？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匿名的把那些所谓的证据寄给你呢？这一切发展的太顺利了，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太对劲。明明知道顾西城不在公司，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正是因为顾西城不在，才要来。你进顾家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给我让开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小姐没有预约。我要见你们总裁。小姐，我们总裁今天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有位苏妍希小姐在他办公室等他。哎，小姐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姐，公司规定没有预约不能上楼。您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董事长好。董事长。奶奶，奶奶，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你和西城的事儿，我早有耳闻。西城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的孙子我了解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他会和你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肯定不会是他主动在先的。奶奶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别叫我奶奶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好了。你也不需要再装了。之前，你对西城的心思我清楚得很。当时西城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上你的，你没那个机会。我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不是想追究问题，而是想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？对呀。你是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？这可是条生命，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如果你怀的真是我们顾家的骨肉，那我肯定会要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西城那儿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承认你的。但是，如果一旦让我知道不是，那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肚子里怀的就是顾西城的孩子。哼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。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对不起。
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景熙那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这件事跟锦溪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要钱啊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 100万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袁少爷，您还是少喝点吧。别过啊！你让我调查的事就没幕了。上次在摄像头里发现的那个女人，给我闭嘴！滚！滚出去！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爱情到这刚刚好，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苏妍希，我也让你尝尝没有人爱的滋味。